东东毋是前几工才对台北转来，搁去要创啥？安尼撞来撞去，心若想要转来，是要安怎读册哈？秀秀啊，你小弟已经困啊，你坐几工的火车哦，嘛已经足忝嘛。我看安尼啦，你先洗一下身躯，去楼顶宿迁的房间困。有啥物话吼，明仔载才搁讲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多谢平阿伯。阿桑，冰冰敢困啊？困去啊。换完，拄则开会结果啥款？无结果。安尼毋是白讲啊？嘛袂当讲是白讲的。阮的研判足侪可能性的，伫我看来，拢是家己讲家己的，个人的想法尔啦。今仔日秀秀会安尼做，我感觉秀秀真可爱。卡叔讲老家无爱放佩佩，平家无爱放东东，周爱娜无爱放弯弯，迄完全是想要霸占囡仔，拢是自私的人。我有两个妈妈，一个死去啊，一个互警察掠走啊。我阮敢会看袂起我？敢会因为我互人关起来离开我？上大的理由是因为迄个，咱对囡仔好的程度。迄是表现咱爱心是多也是少。卡叔讲，咱用各种理由甲囡仔留落来，硬要去说服一个15岁的姐姐，安尼表现出来是啥物？是大人的奸巧。那安尼，你敢有将你的看法讲互大家听？我要讲互谁听？有爸爸伫的，我要哪有法度加讲话？你感觉啥的看法上公平？偏数千。秀秀困啊未？爸，我感觉你无需要因为这件代志这么紧张。王太太决定，迄已经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即摆应该重视东东伊家己的选择。东东若愿意留落来，就互伊留落来；伊愿意缀秀秀走，就互伊缀秀秀走。嘛无的确，东东过一段时间，阁想要转来，迄阁有啥物袂用的咧？爸。你哪唔想做讲，咱家就是东东永远的家。秀秀带伊转去，就当作伊是去台北上课，就亲像我同款啊。休困的时阵，才等去甲恁团圆嘛。天下间无一个囝儿逝世，永远踮伫个爸母的身躯边，一世人拢无要离开的。裴少谦的讲法真有道理，可能咱拢是少年人，观念较接近。迄无一定。鸟阿伯并无少年啊，伊就看真开，头一个答应秀秀独立生活。你是一家之主，不得了啊！是，秀秀嘛是我的查某孙呢，你竟然答应啊？是安怎不爱尊重我的意见啊？妈咪啊，即摆的少年人哦，追求自由意志，因哦袂受咱大人束缚啦。因所选的路，只要决定啊，咱用感情、用目屎，拢无法度甲留落来。你家己的后生敢会听你的？查某囝敢会听你的？何况秀秀是王家的囡仔。我是替你设想的，你想看卖，秀秀去别人家去讨小弟小妹，伊会讲阮阿公答应我走啊，请你嘛答应我，带小弟小妹走。你想看卖，人毋是拢怪到咱遮来啊？总有一天因若想通哦。会赞成我啦。弯弯，大裤仔进来啊！
伊来嘛无路用，你敢毋是咧等伊？啊，毋过你讲要甲阮妈妈报出来，爱交遐尼多钱。是啊，数目遐尔大，我嘛毋敢甲阮爸开喙。大哥阿姐嘛真善巧，伊哪有遮尼多钱给阮妈妈？大哥阿姐，婉婉，你嘛莫安尼忧头甲面好无？素贞啊，去法院查了安怎？有6张支票退票，以银行的口座已经拒绝往来，所以去互法院通知。爱罚偌济钱？拢总213500块。婉婉，你放心，大哥就明仔载就甲你妈妈报出来。大哥阿姐，21万，你爱摸偌济钱要去啊？你哪有钱？唉，钱的代志哦，你免烦恼，大哥这自然有办法啦。真是了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婉婉，我甲你讲一个消息，恁阿姊哦准备甲恁拢接倒转去，伊即马已经去美容啊。妈讲，东东因兜大个环境真好，东东真幸福。我敢一定爱带东东走。妈，我要带东东走，你敢会放心的？妈，啊，转来啊！妈，我有一个同学，因兜种足侪草莓，伊讲爱阮几仔同学加下晡去因兜买草莓，你讲我会用去袂？会用的啊！安尼弟弟妹妹咧，大科学姐带因去看电影，遐好哦。要毋过大科学姐就是不爱带东东去。为什么？东东食饱饭伫楼骹，又搁甲人相拍，恁大科学姐处罚伊，即个不爱带伊去。东东咧，喏，伫遐困啊！我嘛毋准伊出去拍拍走，伊一个人无聊，无办法，就爬去你眠床顶困啊。妈，我带东东出去耍，你敢会放心的？小弟缀你，我当然放心啊。东东，姐姐明仔载要带你走，你这是住伫美容的最后一个暗时啊！会记得，在平平的生日宴会上，你这个妈妈甲你伫美容得到的锦旗、奖牌摕互大家看，有足侪人伫学努力的。实际上，妈甲我上欢喜，你是王家的大汉囝。你的表现是咱王家的光荣，
是王家的希望。你比圆圆、佩佩、冰冰拢较大汉，你已经捌代志啊！你拢会这几个月，互你的童年留一美丽的回忆，这安尼已经有够啊！明仔载开始，你甲阿姐转来台北，咱一定爱甲咱家搁再振作起来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我上班做无用诶，小许的代志还未处理好，你上好先莫当部地啦。迄是另外一回事。刁夫啊，你都要甲恁某考虑者，性地嘛得修改。若无吼，恁爸爸那记载得掉，伊当然想要走啊。哎，煞去啊！金毛阿莫阁讲啊，刁夫啊，只要恁翁仔某会当平安过日子，恁免顾虑我啦。爸，我先来上班吼。紧去，甲人客公车吼，都要1点钟呢。刁夫，刁夫，什么代志啊？我甲恁总经理的太太见过面啊，你带我去拜访一下。拜访什么啊？哎呦，我甲伊若行较晚的吼，对你吼绝对有好处。我看叶太太迄个人吼，看起来真欠卡，因先生一定听伊的。假使讲吼，我若对伊较好诶，甲伊讲一寡好听话，伊就会甲因先生讲，因先生吼一定会成你的歌，加你的薪水啦。你是按倒位学一步的啊？你就是存缘做伤久啦，哪会遮戆啦？我甲你讲哦，即摆吼就流行即种的啦。这头家吼对我就无爱收礼啦，其实吼拢由太太伫厝内底收礼，也若无吼好的职务绝对袂轮到你啦。互我想看卖。对啦，过两天吼，我去南昌街的工艺局买一寡外国粉啊、外国酒去拜访叶太太。你上好是莫来这套啦。是安怎？当署长写公文落来，公司吼已经开除过来的人啊，就是因为过中秋节因送礼啦。哦，那安尼讲，我找物件去甲看，搁得失意哦。无唔对，若无拄好吼，搁有死头路咧。我已经后尾问，豆豆啊等，迄想法都等着什么好前途啊？阿英啊，刁夫讲得真对，肯食苦，骨力做，加上少年，安尼就注定有前途。什么款的人无前途呢？我啊，本事无啦，年岁有啦，伫人生的舞台甲演戏，永远拢是干那做这个小角色。我有一个好朋友王明，嘛是去汽车弄死的。我想要收养一个查某囝，收下伊咧，搁甲弯弯送互别人。像我这款的人活掉的，可有啥物希望？哟，大面青，咱就安尼甲家己闹开呀？金毛啊，你无安尼想啦，无得甲弯弯哦，真正会转来陪你呢。阿爸，昨暗我有听刁夫咧讲啦，秀秀伊可能会将弟弟妹妹甲接转来。是有这个拍算啦。阿爸，我话是讲真情哦，你是阮大官，只要刁夫对我好，
我就会好好照顾你。要毋过迄5个囡仔若转来，是免将我当作亲人哦。阿英，先莫对囡仔有意见。收养的那几个人，甲王家拢非亲非故，一直到今仔日，秀秀去共讨人，人是毋是轻放人，拢真歹讲。宝，东东啊，妈去甲你订鸡汤哈。啊，恁去庙里拜拜，哪去遐尔啊久啦？阮母仔囝讲甲足欢喜的，而且佫顺续去洗鸡呢。秀秀呢？秀秀去工厂看人做线啦。哎，东东啊，妈拄则是安怎甲你讲的啊？讲互恁爸爸听。妈讲买录影机放卡通互我看。对。哎，你敢知影买一台录影机要开偌济钱啊？还5万块呢！只要东东无爱走，开偌济钱拢袂要紧。东东答应啊？是啊，伊答应啊，无要甲因阿姊去台北啊。哎，马上去买啊！哦，迄也是你较敖啦。平阿伯搞早，老早平阿伯，东东转来未？啊，拄转来。秀秀啊，我透早带东东去拜拜啊。伫咧路里哦，我嘛甲东东讲，你来的无得啦。啊，毋过东东伊无想要对你走。我应该多谢恁，恁对伊伤好啊，伊才会毋甘离开恁。就是啊，我甲你平阿伯哦，一世人做人拢是凭家己的良心的。平阿母，我想要见东东。伊伫咧房间内，你去找伊啦。哎，我看哦，录影机啊，就先莫着急要买啊。东东，阿姊来你无欢喜心？你顶届来台北，甲我讲啥物？你敢阁会记的？我就是因为你讲的遐个话，才想要甲恁接转去的。你是咱家的大汉囝，嘛啥物代志拢甲你参详，我当然嘛爱甲你参详。大哥阿姊已经答应，互咱搬转去住啊。东东，你毋是讲真介意咱的狗仔寿？东东，你在想啥物？阿姊，我伫咧想，妈妈决定的代志，咱唔听话，敢毋是无友好啊？怎会叫做无友好咧？咱互妈妈无产无挂去找爸爸，这就是友好啊！可是咱搁甲王家振作起来，安尼先就搁较友好啊！阿姊，我带你转去台北。哦，别讲，东东啊，妈问你，去拜拜时阵，你毋是甲妈讲好啊？你无要走啊？你讲你会甲恁阿姊讲，这就是你的厝啊？我是安尼甲阿姊讲的啊。那安尼，伊是安怎要带你走？毋过我留落来，阿姊就无弟弟啊，阮王家就无后生啊。秀秀啊，你哪会当安尼甲东东讲呢？当初时啊，我甲恁妈妈是讲好的，将来哦，东东若结婚生后生吼，会有一个好姓王
来继承恁王家香火。平阿姆，恁爱东东，就是因为无查甫囡仔，是毋？对啊，阮有查某囝，就想要一个后生。我上惊的是恁同情阮，可怜阮。即马知影，恁只是为着要一个查甫囡仔，安尼代志就好办啊。好办。啊，你讲要安怎解决啦？平阿伯，东东会用电话走啊，我答应你，等东东结婚生后生，互恁一个，这甲伫恁兜大汉，替恁传宗接代，阁有啥物无共款呢？啊！老爷啊，这是要安怎啊？我哪有办法啦？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东东，阮多谢平阿伯，平阿姆会待阮待滴。东东还是像你的后生同款，逐年放假的时阵，我拢会回转来陪伴恁的。东东啊，你知影，妈唔敢互你走。爸妈，我嘛唔甘你，不过我嘛唔甘阿姊、弟弟、妹妹，请恁莫甲我为难，互我家己决定，好无？你家己决定啦。我要甲阿姊转去台北。好啦，你走啦。平阿姆，阮安尼先离开，虽然真艰苦，也毋过，阮袂将恁放袂记的。恁有这个心就好啊。有，一定有。以前，阮敢若有家己的爸爸甲妈妈，从今以后，恁是阮五只底下的爸爸妈妈，阮拢会友好恁的。爸、妈，请你毋通生气。起来，东东啊，妈从来拢毋捌甲你拍过，嘛毋捌甲你骂过。亲戚朋友哦，拢讲我疼囝疼了伤超过，妈哪会当遮尔忍心看你走呢？妈，你去替因款物件，我送伊来坐车。会当炸的物件，就全部拢互伊炸走啦。妈，我无伫的时阵，你也保重身体。我的乖囝，你家己嘛爱保重咧。多谢。真拄好，公司想要买一块地吼，做车辆的调度厂啦。
是我交代范员去办的，请刁夫来办这件代志，嘛是我交代。想袂到刁夫找到一间货车行，是刁民因兜的啦。既然大家拢是熟识，安尼就好讲啊啦。是啊，我家己嘛无想要做啊，实在是无迄个精神。若是请人，又搁袂好啊。其实我对做货车行嘛无啥物兴趣。明年毕业了后，我想要继续读册。无毋对，少年人有机会读册，就莫放弃。我有一个阿兄，伫咧东部开炭坑，我按算甲我迄块地处理了后，就带去阮阿兄遐。对啊，介绍就照你的意思，手续我甲赵敏来办，你就毋免烦恼啊啦。啊，好啦。妈，你放心我。我阁惊你暗卡哦。爸，刁夫提出一个计划，我感觉袂歹。哦，刁夫，你甲计划摕阮爸爸看者。哦。唔免看啊，刁夫啊，你大概讲一下啊。好，我是感觉台北市的土地拢非常的贵，敢若买过来做车辆的调度厂，伤过可惜。哦，你有啥物计划呢？会当甲土地起做大楼，一楼甲地下室做车辆的调度厂已经有够大。楼顶咱来做员工的宿舍，总公司若选台北来，马上就会当解决一部分员工大的问题啊。好，范员啊，这件代志好好研究。毋过可能有一点仔困难。为什么啊？土地伤贵啊，假使讲若阁起大楼，投资实在是伤大。这是一个问题。也毋过，妈，你敢有想要投资？我摕啥物出来投资啊？你用土地投资啊，请叶董事长出钱起大楼，然后佮分厝啊，将来甲你的厝卖出去，赚的钱比土地更较济呢。你当时学这么巧哦？这是一个好办法的哦。安尼真好，范员啊，你甲赵敏进一步研究一下。这是我唯一的财产，万一将来若赎袂回来，迄就真正要哭无目屎啊！郭阿伯，我来走。哦，你要去录影？拄接一档新戏，要去南部出外景。爱去偌久啊？上紧嘛都10天。哦，你去啦？那遐早就下班啊？我要甲赵敏去台南找业界会计师。哦，我先来去啊。赵敏，你好啊。你好，赵敏，你先坐者。好，你无用啦哈。讲。请坐啦。刁夫啊，咱这早就转来啊？我要去台南几工啊？你我款几领衫？即摆就要去啊？赵敏伫外口咧等我。赵敏啊，啥物代志安尼雄雄讲讲啊？阮兜原本迄块地要起厝，先算一下成本的。起啥物厝啊？爸，我提出来的计划啊，已经通过啊，要去员工的宿舍。哦，你安怎去啊？我驶车。敢会用个顺续甲我送去布袋啊？爸，早起咱毋是讲好啊，你哪个要转去啦？家己的厝嘛应该转去看卖下咧，搁再讲坐恁的车较方便啊。是咧，我想我来啊。20万有够吼？有够啦，剩的我家己有啦。多谢。你是咧创啥？拢老朋友搁来佚佗啊？好朋友共款嘛爱照算啊，讲好的摕厝要来做底啊嘛。好啦，我暂时替你保管啦，你当时要用吼，你随时来摕啦。多谢你啊。
甲你买一碗猪脚面线。婉婉，多谢你吼。婉婉，到底是谁去替我来拨款，拨我出来？婉婉，这无啥物好保密的啊。妈总是爱知影，叫我问一人是谁啊？我才会当去人说多谢，而且还会甲钱还人啊。好啦，你不爱讲就准拄煞，我明仔载去法院查，就查会出来呀。妈，你莫去查好无？为什么咧？迄个人有甲我交代，莫互你知影。我无一款朋友啊。婉婉，是毋是恁大哥阿静哈？伊哪有遮尔多钱？大哥阿叔讲20万，伊爱搬一年搬的去，而且爱卖食、卖用、卖啉呢。哦，伊算互你听哦。是啊，伊算啊遮清楚的，一日趁偌济钱，一个月用偌济钱，趁偌济钱，伊拢写出来互我看呢。哦。对啦，妈，有一个县长的阿姨敲几啊通电话来，讲啥物开自助餐厅的代志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周阿姨，你回来啊？哎，坐啊。喂，小关哦，我爱娜。啊，是咧是咧，前几工啊，对国外来一个朋友，我陪伊去南部啦。啥款？餐厅装潢好啊吼？当然啦，自助餐厅当然毋免伤过讲究啊，愈简单愈好啦。安尼什么时阵开始哈？好，我小等过来看卖。喂，小关，小关啊，你先甲我调一下25万好无？若有必要，我现金仔用个底啊。好，多谢吼。周阿姨，你要开自助餐厅哦？是啊。真辛苦呢，阮学校附近自助餐厅上多啦。中大学生下课食饭，人实在有够济，规间餐厅安尼开甲满满。迄种工课又搁无闲，又搁乱，又搁垃圾。你哪有法度食迄种苦啦？食苦？我以前已经食足侪苦啊。老实甲你讲啦，我少年的时阵，就伫大学外口的自助餐厅做过服务生。即摆讲起来，只不过是行回头路啊。我伫这个社会的经验，会用讲是大起大落，食过苦，嘛享受过。无亲像你，有真好的家庭，真好的爸母，所以你应该爱满足啊。好好珍惜这段时间，好好读书，充实家己。我毋是甲你讲好听话啦。有一天你来毕业啊，离开爸母，你啥物拢袂晓。在求生的本事来讲，你比我差足多。我今日去拍一间自助餐厅过来，我嘛知影，赚无偌济钱，啊，毋过足忝的。我是为着婉婉。假使毋是为着婉婉，毋管讲啥，我拢袂去做自助餐。找后头的路，我足多。讲一句大声话，毋免3个月，我就用住豪华的别庄，开我家己的车。查某人嘛，也毋过即马我为着婉婉，
我绝对袂用安尼生做，因为我即摆已经毋是一个无牵无挂的普通查某囡仔，我是一个有查某囝的妈妈。周阿姨，你恐惊会无彩工啊？为什么？卡叔讲，弯弯还阁缀你过日子咧。秀秀啊，恁大哥阿姐去驻外景啦，讲啊几若工才会转来，袂走的时阵吼，甲锁匙囥伫我遮啦。伊甲我讲吼，恁随时拢会转来啦。安尼阮阿公呢？哦，恁阿舅吼去台南出张啦，赵敏开车，恁阿公吼坐车先转转去布袋看卖咧啦。哦，安尼阮阿金呢？谁人知伊走去倒位啊？我若毋是看着伊出去吼，我嘛袂来甲恁开门啊。在啥哩？嘿嘿，莫客气啦。无你较小等的吼，恁阿金就转来啊。哦，我搁爱送物件去互人的咧。阿姊，咱要甲阿金住哦。东东，你袂用像过去遐尔无听话哦。过去有妈妈保护你，即妈妈已经无伫咧啊。咱兜已经有7个人。妈常常讲，天崩落，还阁有爸伫咧。等爸过身啊，妈只好一个人担起来。妈就敢若一只鸡母共款，毋管是风台、落雨、晒日头，假使有别人欺负咱，就敢若表姐阿良拐走佩佩安尼，妈总是会顶时保护咱。结果妈破病啊！伊嘛走啊！即马天崩来是要安怎咧？别人搁再欺负咱是要安怎咧？已经无人替咱担，嘛无妈妈会当保护咱啊！我会保护恁。东东，囡仔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咱谁拢了袂起。以后什么代志都爱忍气吞声，知影无？什么是忍气吞声？忍气吞声。就是人骂你，你袂用应；别人拍你，你袂用害手。伊挡你这条路，你就行另外一条路。是安怎要行因？这毋是惊，是忍。百忍千忍，就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。你即马袂用的，卡袂着讲拼死拼活，拄着什么代志，你爱想着你家己是大汉囝，你还阁有弟弟妹妹需要你照顾。以后，咱两个爱带头做，无人会甲咱斗相共。对着小弟小妹爱照顾，无伫家己还阁袂晓，你用想看卖，爸爸妈妈是安怎照顾咱的，咱就安怎照顾因。真侪代志。毋是3句话、2句话就会当讲清楚的。以后阿姐会随时甲你讲。好。阿姊，我以后袂阁再离开阿姊啊。这个保安啊，嘛毋免啦，幸福你啦。假使你阁介意。你会闹的，查甫耍保安啊，会笑死人啦！哎，恁这是咧创啥？阿金，阮转来住啊！啊？真正要搬转来？我无愿意互阮一个伙仔，一个东一个西。哼，想了袂歹嘛，谁甲恁饲啊？这间厝吼，就遮尔大间尔啦，是要拆甲变去哦？这间厝是大块仔积的，伊答应要互阮住。你对我遮尔歹哦？阿金，是嘞，伊毋捌代志。谁讲伊毋捌代志？你若是互伊食牛屎吼，看伊要食无啦？哼，伊毋捌代志。东东，阿姊拄则谁哪甲你讲的？紧甲伊回实嘞啊！阿金，是嘞啦。
煞去，你若毋是我的囡仔，我嘛无想要管恁啦。秀秀，你过来，我有代志要甲你参详一下。你是毋是决定要将弟弟妹妹拢甲带转来？本来恁的代志吼，我是无想要管啦。也毋过即摆代志吼，母到我的头壳顶啊，我就一定爱管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你即摆还阁少岁，你是要哪带弟弟妹妹啊？伤忝嘛。亲像东东、弯弯、佩佩，因是袂要紧，因会当家己照顾家己。譬如讲上课啦、食饭啦、洗身躯，会当照顾家己啦。也毋过冰冰咧，伊遐尔细汉，而且你阁要上课，是要咱照顾伊。我会甲伊送去托儿所啊。托儿所，迄是爱开偌济钱哈？你带三个弟弟妹妹转来就用的啊，莫将冰冰接转来，伊伫夜校过了真好啊。我袂安尼先做，是安怎？我安尼做，对周阿姨、老阿姆、平阿姆来讲是无公平的。啥物咧无公平呀？迄是咱家己咧做决定的，干因啥物地带哈？秀秀，你听我的就无毋对啊，千万莫将冰冰吐转来。我听无阿金的意思。哎哟，你若久拄啊伫咧业界找到一个好的头路，万一你将冰冰甲吐转来，业界一生气，你若久的头路互就去了了啊！阿金，我感觉业界毋是迄种人。人伊是安怎想的哦，我要哪会知影啦？也毋过我一定爱提防啊！阿姊，莫听伊的。东东，无你的代志，你莫甲我开嘴。阿金，你互我考虑一下，我等下让阿公因兜一逝，明仔载先去德山接佩佩。唉，好，做你去。阿金，请你照顾东东好无？叫我照顾伊？哼！我家己吼就头痛到要死啦！哎，我要来去困啦。东东，你爱记的，啥物代志拢爱忍。我去德山接佩佩转来，你就有伴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培培啊，明仔载礼拜，我带你去找阿公好无啊？培培啊，妈妈讲要带你去找阿公，你有听到无？哦，倒是阿公啊？六国的阿公啊？无啊，为虾米？伊毋是我的阿公，我的阿公咧布袋。啊哦，你的声音人就我安好啊！你阿公来，我拢认伊做爸爸；我爸爸来，你则唔认伊做阿公。培培，你若搁安尼，妈妈要生气哦！哎呦，伊古魔哦！要气死！啥物代志啦？我伫咧受佩佩的气啦。哎哟，你哪会甲囡仔伫咧生气啦？伊看我无啊，我甲伊讲规工啊，讲要带伊去六国找阿公。伊讲布袋的阿公才是伊的阿公，六国的阿公毋是伊的阿公。哎哟，这种代志哦，袂用个勉强啊！你会用个想一个办法带伊出去嘛？用什么办法？哎哟，你会用个想办法，讲要带伊去溪头耍啊！转来的时阵哦，经过因阿公因兜，你着讲要入去内底啉一个汽水，安尼毋着好啊？
妈妈。妈妈，做嘛个？你莫生气嘛，咱明仔载去看阿公。倒一个阿公啊？六个的阿公。有影哦。嗯。好乖哦。妈妈，啊爸爸一个人咧厝诶，无人照顾伊，要安怎？培培，你放心去佚佗啦。爸爸的命哦，就敢若酷鱼的命同款遐硬啊，我袂死啦。妈妈，爸爸伊嘛学白讲，伊讲歹听话。培培啊，妈妈骂你，互爸爸看好无？无啊，我不爱你骂爸爸。我讲骂你呢。爸爸。哎呦，我。我唔捌送过物件，互妈妈。才头一摆买这个冰针，妈妈也袂挂，就死啊！哎呦，应该，谁叫你做遐尼济歹代志？谁讲伊唔捌代志？你叫伊食牛屎吼，看伊要食无？哼，伊唔捌代志。我是无亲像你啊，一困啊吼，就生5个啦，死1、2个吼是袂要紧啦。走就走啊，有啥物了不起的？东东，你甲听看卖，遮尔细汉就讲这种话，大汉哦已经走路盘啦。哎呦，天公伯啊，无怪阮年轻哦最近拢唔听话，原来拢是你甲带歹的啦。袂用啊！谁若是甲佩佩带走，我就甲谁拼命。妈妈，我永远拢会叫你妈妈，你永远拢是婆婆的妈妈。佩佩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。